个接下来，对。继续。我一呢呀，算了对吧？刚才嘛，我对面一码子，对面一码多，容易码子。继续的。我对面容啊一码他的，对吧？没把对面容啊去吧，哥哥，对面容啊去吧，对吧？没比钱的容啊都送啊是吧？因为而且，虽然我对不上呢，容啊都送啊，但是对面容啊是没码子，没呢大把上种刚才去对面呀，这个是有比我是，我那对面容啊就有你的。那去用嘛这个中间呢，然后我也觉得当然把这老板这个打算，你那的话就可能我当年人的马上我讲，然后我也都想那马对吧？然后你想那行就了不用啊，假如是那都是靠行给人，那靠行就了嘛，那行干嘛了？那然后嘛这话都可能想那对面关系，对，那可能想那行就了，那西罗的得到的，呀，把这木不是都对。你那这个对比大是呀，对，就要比咱这弄了啦，给了大几条啊，我不能就现了，让嘛的比我容易对，给没把那大没把。